你冇聽錯，5日係計埋你要溫其他科都仲可以上到一個 level，唔好再無效學習啦。如果想快速升 level，更重要係識運用 grammar 知識同 examiner 出題邏輯，你嘅英文仲有救。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英文學習 and English Underachiever 嘅 channel，我係 Matthew。今日係2026年4月5號，距離 DSE 英文開考得返5日。你係奮戰到底派定係佛系隨緣派？無論你係邊一派，睇完呢條片你都會覺得你嘅英文仲有救。今日我要分享嘅係 DSE 最後6日 reading 溫習策略。喺真係溫書之前，你有兩樣嘢要做。第一係 set 目標，第二係評估程度。因為得返5日，所以你嘅目標係升一個 level。你冇聽錯，5日係計埋你要溫其他科都仲可以上到一個 level。set 好目標，我哋就要審視翻自己目前嘅程度。大家可以攞翻近期做過嘅1、2份卷出嚟，睇下自己嘅分數對應咩 level。咁呢度我都幫大家整理咗 reading 各 level 大概要啱幾多 percent， 你哋可以對翻個表就知自己依家咩程度，距離下個 level 要進步幾多。做完呢兩樣嘢就可以正式溫書啦。喺呢度先俾2個 tips 大家。第一，唔好再操成份 reading 卷啦。第二，唔好再做 B1。唔好再做 B1 啊！唔好再做 B1 啊！唔好再做 B1 啊！重要嘅嘢要講3次。你可能心諗我英文咁差 ，B2 根本睇唔明，又或者我讀 Band 3學校，老師平時淨係俾我哋做 B1，點做 B2 啊？我諗你要知道一件事，如果你做 B2 可以攞 Level 3，你做 B1 只會得返 Level 2。如果你做 B2 可以攞到 Level 4。咁你做 B1 只會得返 Level 3，點解會咁？睇返考評局嘅 Assessment Framework，Part A 同 Part B 係各佔10%，意思即係 Part A 同 Part B 係分開計分嘅。依家我舉個例，如果同學 X 做 Part A 同 B2，準確率係50%，即係 Level 3。記住50% 係 Part A 同 Part B2 加埋50%，但一般同學 Part B2 做得都比 Part A 差嘅，所以實際係 Part A 30%，Part B2 20%。換算翻就係 Part A 啱60%，即係42分攞25分；Part B2 啱40%， 42分攞17分。參考翻2022年 B1 同 B2 嘅 conversion table，B2 攞17分等於 B1 攞32至33分，即係要啱76到78%。一睇條數就知做 B1 唔抵，或者咁諗，你有冇試過做 B1 比 Part A 高7至8分？所以好多時做 B2 攞 Level 3或者 Level 4嘅同學做 B1 都會跌一個 level。接落嚟，我會講 reading 想升 level 要做咩。如果你係目前 level 2、level 3嘅同學，你淨係需要集中操4種題型：指代題、選擇題、true、false or not given 同填充題。而 level 3、level 4嘅同學，只需要操同反義詞題、配對題、proofreading 同 Part A 嘅問答題就 OK 啦。至於 level 5嘅同學仔，操 B2 問答題就足夠。講完要操咩題型，我哋依家就要睇升 level 嘅關鍵。你平時做完卷係唔係就對答案計分同記生字？最多諗一諗自己點解錯。你咁樣係唔會進步嘅，唔好再無效學習啦。如果想快速升 level，更重要係識運用 grammar 知識同 examiner 出題邏輯。依家就帶大家用 AI 幫自己升 level。最近香港可以用到 Gemini 啦，咁我就用 Gemini 做個示範，俾同學仔睇下點樣可以用 AI 幫自己升 level。我用咗 The Guardian 嘅幾篇文章出咗幾題 MC 同 True、False、Not Given 嘅題目。第一 set 係 Part A 難度，第二 set 係 Part B 難度。同學可以停低做咗先，對完答案再用 AI 分析。咁我就將相關段落2 set MC 題同答案打落 chat box 度，再同 AI 講，呢度有2 set DSE Paper 1 Reading 嘅 MC 題，分析呢4題問題同選項有咩相同之處，同有咩 grammar 要識。True、False、Not Given 都一樣，打段落問題同答案，然後問 AI
分析呢9句句子有咩相同之處同有咩 grammar 要識。我總結一次重點，一開始問 AI 嘅時候，一定要提係 DSE Reading 嘅題目。第二，題目要有2 set 或以上俾 AI 做參考，分析先會比較準確。第三，唔係叫 AI 解釋答案，而係問有咩相同之處同重複 grammar。頭先我哋用 AI， 其實佢 gen 咗好多嘢出嚟啦，但我淨係抽重點嚟講。首先係 paraphrasing。平時操卷我哋並唔係要明晒文章同題目嘅每一字每一句，我哋要記嘅只係 examiner 點將文章內容 paraphrase。例如第2 set 題目第一題，考官將 mistake A for B 改成 believe something negative to be positive。另一個重點係 distractors。過度擴張完全相反，無中生有都唔會係答案。如果你練得夠熟，你甚至唔睇文章都知答案。最後就係要識邏輯連接詞 logical connectors， 例如 but、while、although 表達嘅係對比關係。showed、reflected、basically didn't 表達嘅係結果，即係因果關係。至於 true、false、not given，AI 一樣 gen 咗好多嘢出嚟，重點有幾個，包括極端與限制詞 qualifiers， 留意選項入面有冇加入 all、only、always、must、immediately 呢啲嘅字眼。否定詞與反義詞 negation， 例如 unstable、stable、metastasizing。副詞 adverbs， 例如 relentlessly、immediately、quietly。比較結構 comparatives， 只要留意呢幾類詞語同句型，你就可以快速判斷答案攞到分。睇翻第1 set MC 第一題，當我哋睇選項嘅時候，其實可以將所有相同嘅字刪除，例如 they、the task。另外 their work、their essays 都可以刪除，因為 their work、their essays 其實都係 the task 嘅意思。呢度就係前面 AI 所提及嘅 paraphrasing， 考官用咗唔同字眼講同一樣嘅嘢。依家我哋淨係要睇 could not complete、completed but remembered little、stronger memory than the other group 同 refuse to rewrite。前面 AI 話俾我哋知 examiner 會喺選項加 distractors， 包括過度擴張、完全相反、無中生有。你哋覺得邊個選項係無中生有？邊個選項係過度擴張？邊個又係完全相反？ C. Stronger memory 係無中生有。 D. Refuse to rewrite 係過度擴張。 A. Could not complete 係完全相反，所以正確答案係 B。 再睇一題 True、False、Not given， 我哋睇第2 set 嘅第3題。頭先 AI 講到 True、False、Not given， 要注意極端與限制詞 qualifiers， 否定詞與反義詞 negation， 同埋副詞 adverbs， 仲有比較結構 comparatives。 喺呢一句 supervisors are required to respond to student emails timely， 我哋淨係需要揾有冇同 timely 相同或者相反嘅字眼，冇就係 not given。 而文章入面淨係講到A supervisor who can't be bothered to read, let alone to reply an email， 根本冇同時間相關嘅字，所以呢一題答案係 not given。 相信大家睇完呢條片之後就知道 reading 其實唔難，亦唔需要明晒，最重要係睇穿 examiner 嘅障眼法。如果你中意我呢條片，記得 comment、like、subscribe and share。另外，我都有1對1嘅 online DSE 英文課程，就算係應屆2026年 DSE 考生都適合上。如果你都想英文快速進步，或者想知 AI 可以點幫自己英文進步，你就要嚟上我嘅堂啦！快啲嚟 IG 或者 Threads DM 我啦！我哋下條片見，拜拜。